如果你屋企有人一個禮拜飲5次酒嘅，呢啖湯呢，我建議你每日都整返一碗。如果成個月都喺度飲酒嘅，建議你將佢當茶嚟飲。俗話都有講，養肝就係養命，肝好呢，一切都好，肝唔好啊，就等於冇咗半條命仔啦。如果你早上起床把口又苦又澀，眼屎多，睇嘢唔清晰，仲會放好多屁，屙尿又黃又多泡咁。如果你都有以上嘅呢啲情況，你千萬要注意起身啦。你唔好唔相信喎，你去照下塊鏡就知道啦。塊面油粒粒，仲有好多小米粒，呢啲全部都係肝火症引起嘅。我同村兄弟劉定堅劉師傅就係咁嘅情況，經常心煩氣躁，亂發脾氣，仲成日覺得暈陀陀咁，睇嘢蒙查查，冇嚟精神。後邊就係跟住我用呢個好嘢嚟煲水，飲咗幾次，依家成塊面都紅卜卜咁，面上嘅小米粒全部消失唔見晒，成個人都後生咗10幾歲咁啊！養肝1個月勝過你食半年補品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好嘢，佢就係龍鬚草啦。古書入邊仲有個特別好聽嘅名叫做養肝草，佢係一種天然草本植物嘅根部位置，用佢煲出嚟嘅湯清甜回甘唔油膩。每個禮拜煲佢1到2次，好處真係多到講唔晒啊！大家可以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返到屋企慢慢再嚟睇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首先準備10蚊2斤嘅瘦肉，切片備用，跟住攞個大碗出嚟，加入1片生回陳皮、10克西洋參、2隻靈魂搭配龍鬚草，加清水浸泡佢10分鐘，然後將瘦肉、陳皮、龍鬚草倒入裝滿水嘅砂煲裏邊，記得西洋參喺最後15分鐘先至嚟放，再加多3片薑片，大火煲滾之後轉細火煲多佢40分鐘，最後15分鐘我哋將西洋參放落去繼續煲，時間一到我哋加返少少枸杞，落啲鹽調下味就有得飲啦。湯色清鮮，入口清甜，一啲都唔油膩，精華就喺晒煲湯入邊啦。咁呢個龍鬚草係我哋農民兄弟喺深山入邊採集翻嚟嘅，天然生晒，無分流，無上色。平時咁樣嘅一細紮都要10幾蚊，廠家正喺度搞緊活動，一紮嘅價錢就可以買到一整袋，一袋入邊整整有10紮。有需要嘅街坊朋友可以多備幾袋擺喺屋企，每次煲湯或者煲水嘅時候攞2紮出嚟。平時仲可以攞佢嚟煲個老雞乸，煲個排骨，又或者煲個白餃，都係一樣嘅鮮甜又好飲。經常捱夜又中意每日嚟返2杯嘅老友記，真係要多啲煲佢嚟飲啦。